第一位分享者的故事，就交互阿姨来介绍。好，再来，第二个分享者，是一个真有名的乐团的主唱，伊的名叫做蒂嘉，伊今仔日是想要来甲大家分享，伊伫大学研究所找找家己的故事，还有伊最近咧做的代志。伊的乐团叫做笑露卡拉，是最近这几年足唱的一个乐团。大家就来期待伊的分享。好，嘿嘿。嗨，大家好，我是蒂嘉，我即马咧，因为真无拄好，就是拄好伫屏东演出安尼，今仔日对就我传完伫后壁，甲大家说嗨，就是我家己伫遮啦，所以我就我就卖开镜头安尼，我要放我的头 point 安尼。我另外一个团叫做梦之甲和高桥王安尼，就是我另外一个乐团安尼，就是小鹿卡拉以外，小鹿卡拉是唱诗英雄的安尼，为虾米搁爱就是另外爱开时间来去组一个团？我安尼声音敢有清楚？安尼会使，补充者，蒂嘉，你若是要换后置你才甲我讲，我才帮你放你的PPT。好，就是讲我的祖先是这个漳州平和的客人，安尼就是阮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就是讲这个 Y 啦，就是讲我的这个 Y， 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漳州的客人，安尼。每一个人拢有这个 X 嘛，但是我只要是查甫，就是讲一定是迄个老爸安尼。我组这个乐团，伊是用这个阮叫文令卡书啦，就是讲婚礼的客话。这个婚礼的客话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咧？伊就是伊是漳州的这个系统安尼，漳州福建的这个系统。甲一般咱听到的迄种按子 C 斯诺伊迄种的是完全无共款，无法度互通的安尼，因迄种是广东的系统，卖目药粉的安尼，阮这卖是无共款的物件安尼。所以，就是讲小鹿卡拉伊是用这个吸烟虫吸烟虫就是广东的这个梅烟，个边仔的这个所在，销量啦，发现这个梯缝所以就无共款。所以，好后置这个这个头前叫做。多见爱灵魂的路母啦，就是我用这个文令的卡书才好大家听安尼。这个相片是我开始去婚礼的时阵，就是因为拢爱自己这个载车去婚礼嘛，所以台北开始载车去婚礼做一领调查，去熟悉就是讲阮老爸的故乡安尼。这个团就是甲小卡真大无共款，就是。阮的组成的全拢是婚礼的客人，拢是爸爸，拢是家婚礼的客人安尼，所以伊这其实是一个逆向工程啊，就是讲，阮其实嘛毋是婚姻人，但毋是婚姻人，但是因为阮爸爸的关系，所以阮组这个团，所以是甲小鹿卡拉非常无共款一个出发点安尼。这就是一直咧塞车，因为阮拢是都市。阮拢是都市爽，但是就是为着要等去婚礼，无法度一定要塞车，所以就放这张图做封面安尼好。后一张，前年啦找要甲找你先抒情为什么做这件代志就是为什么我爱做这件代志，就是讲我想讲我是作为人，这个物件咱拄仔讲的啦，就是讲这个 X 加 Y 嘛我有法度做的，我就先做，所以我就做阮老爸的这个部分安尼。所以我细汉时阵，我一直去问讲，我是啥物人？我是都市人，我是台湾人，我是少年人，我的这个定位到底是啥物？这个驾驶员的这个图是阮这个开机组，阮真趣味大家唔知大家开机组是啥物无？安尼阮真这个我真。
降温啦，就是讲，阮有这个大风有流落来，安尼无风透掉，无进塔安尼，所以阮这个大风真特别，伊是开始都是查某的安尼。后来才发现讲，原来有真侪客人咧，这个查某，才是开基础啦，安尼，实在是真厉害，就是讲，啥物物件拢爱靠查某才会成安尼，生囝爱，顾家庭嘛爱安尼。像这个台中涨价，我毋知大家知影无？大埔有迄个太普学啦就是迄个台中的这个大埔的这个客是涨价，叫做张达金啦张塔金啦。因这个张塔金伊就是老就转去啊，所以就是老因某，因的开基础，其实全台湾拢有真侪这种现象安尼。后日啊。这是我小卢卡拉的团员安尼。我是对这个小卢卡拉开始做的，就是讲我是先学台语的罗马字，过来学这个客语的实验腔。上尾才是我有这个经验了后，我才转来处理这个上困难的这个难题安尼。因为这个是安怎讲困难呢？就是讲伊这个物件漳州的这个客话嘛会变调啦，嘛会连续变调。伊这个是区域性的。一个物件，毋是台语，毋那是台语会变调，就是讲，福建、漳州、泉州迄个所在语言拢会连续变调啦。所以，阮即种的语言嘛会连续变调。所以我学起来我根本你无基础，你无罗马字的基础，你无声白声尾的基础，你无这声调变调的这种基础啥物阵爱变，啥物阵无爱变，迄个甲你补，尤其你要写歌迄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像这个实验腔实验腔伊就真简单，伊就是变调尔咱这个教育部咱这个客委会的这个教材，实验腔敢若2页，阮有3页安尼，所以安尼大家就知影这个变调甲台语同款，因为有的时阵佫无变，所以我要去处理这个物件真困难安尼，所以就是对这个小卢卡拉来。先用实验腔嘛，因为我迄阵就想讲，我若是认同我是客人，安尼我应该爱学客话安尼，所以我就拣一个上简单的这个实验腔来去做，就做小卢卡啦安尼，后一张。这就是我的团员啦，安尼就是爸爸拢是云林人，这个李大是演阵的啦，嘛是正针的讲的是鸟品的，都是鸟品的，所以阮这是。人的边缘人阮是，阮是就是毋是大众知影迄种客语过来是，过来后一张，安尼敢有较清楚？动机就是为虾米我想要写这个卡书的歌啦就是讲我感觉。我想要做这个代志有一天我的祖先来甲我托梦安尼，因为阮迄开基祖妈来甲我托梦安尼，甲我骂啦，伊讲迄恁这，你学这，就是或者伊甲我骂，伊的意思就讲我真害，我讲我都会害，伊讲迄学客语，搁学迄种怪腔怪调的安尼，伊就敢讲，伊就甲我骂啦，我后来我就。从细去思考一件代志，所以我就难拍电，我就去做这个代志安尼。过来就是讲，有啥物我想要当军人，过来是有啥物我想要做台湾的这个事工安尼，所以会当大家讨论时阵讨论安尼。这像变这是我认为这今天做的时阵，伊客会办这个茶会安尼，茶会啦，后一张。过来就是讲拄错的问题啦拄到的问题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就是为虾米要写这个卡书的歌你一定是你做这个代志，一定是真侪人甲你问嘛，你要做这种无嘅代志，一定真侪人来甲你问，甲你是提出一个问题比如讲亲戚就你做这个物件，你讲的哇我。因为譬如讲，阮这表弟表兄这把兄弟拢咧做迄个工程师，也是讲医生安尼，因就感觉讲我才是大家歹势才去做这个代志安尼，所以
要安怎去应付这种的问题，吼，对咱政府对这个本土语言的无重视，啊，讲安尼，对，啊，搁来就是讲，我这个书写要安怎用？我拄仔讲啊，伊有连续变调，所以是毋是无法度用通用的这个系统？因为通用的这个系统其实伊是用这个 CM8吼，伊用这个相当的这个，伊无这个变调的问题啊，所以伊用起来伊真欢喜啊，但是伊无考虑到其他科技的强调啦吼，伊无考虑到其他的生活问题。安尼你要安怎写？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要安怎写？安尼，所以为着就是讲，我原本去读测试班时阵，讲我想要甲我的台语甲客语，就是CM8甲台语用好，好啊。结果我就搁补这个代志安尼，所以我即摆就变做讲，我这研究所我嘛咧处理这个问题安尼。啊，搁是第三点，就是讲台语嘛吼，台语创作者应该爱有的这个能力吼。咱讲这个台甲这个台湾的大学是啥代志嘛吼，台语吼，应该爱安怎？因为我发现就是讲真济的这个乐团吼，伊干那是主唱啊，还是主要的创作者，伊会晓这个语言尔，啊，其他的拢袂晓。哦，这个其实就亲像讲，我在日本的公司工课，啊，结果我一句日语都袂晓讲，可能是正少的。但是正少应该嘛爱学迄日语才对啦，所以我这就较困难，因为你要较深的物件，还是讲你要把这个语言当做一个当代性的物件，你有一个论，就是讲爱有当代性的论述的时阵，你一个人吼，就是真正病啦，你一定爱是一个口仔才有法度去做这个当代性的论述，这个语言才会活起来。安尼像咱为虾米要办这个开讲会，为虾米大家爱开讲，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讲这个语言爱活起来。唔那爱创作者啦，你团员嘛爱做伙讲台语，做伙讲客语，这物件才会起来安尼。哦，啊，过来就是第四点嘛，吼，这前途啦，这客语是港音啦，前途啦，吼，这困境啦，吼，即讲台语歌的这个困境，台语歌困境，比如讲抖音啦，吼，抖音真济啦，吼，这就是其中一个困境啊，安尼，嘿。啊，过来就是讲，行中心内里咯，汉中大年里吼，这是另外一个爱思考的一个点，就是讲，咱这个听众是都因为咱即马这种母语的歌吼，其实真歹有一个商业的一个 mode， 因为无咱即马看到的这个唱片公司吼，拢是华语的唱片公司。哦，当然这个台语嘛有啦，但是少年人真少。就是讲少年的这个听众吼，真少，这个问题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哦，啊，再来就是讲，甲这个吼八二国的这个差异咯，吼，这个分别伫倒位安尼。你甲华语歌，我讲台湾的歌一定会有人讲5月天啊，还是讲草东啊，嘿，一定会有人安尼讲啊，有讲，但是因这敢是台湾的歌，你还是讲袂火气，你敢真正是？当代表台湾的歌，安尼，所以这是我拄着的问题嘛，是你思考的问题，安尼，过来就是讲这个准备的这个工课安尼，我就是为着要做这个物件吼，我就爱做这个物件安尼，就是我用为着要做这物件，所以爱准备这物件安尼。哦，啊，这就超过因为时间的问题安尼，这就是基本的一个基础啦，拄啊写。啊，拄啊就过来就是讲，你对，爱准备的物件安尼，对，后只。啊，过来就是讲，当地的问题嘛，因为像我就是。我是都市人，但是阮爸爸是婚姻人，安尼我要安怎去解决这个文龄的问题吼？婚龄的这个问题，我要安怎解决？我有的时阵就亲像记者同款，我敢若会当听，我敢若会当写，但是我无法度为做啥物物件，因为这物件是政府爱做的，做一个写歌的人敢若会当家己写落来安尼，就是把这个故事写来，所以真济
个时间是真痛苦啦，就是讲我无法度做啥，因为像训练就是讲，咱有看迄个海角佚佗嘛吼，有一句话来讲，山嘛 BOT， 海嘛 BOT， 啥物用 BOT 有无？吼，这台词真经典啦吼。啊，训练因的状况是啥物？遮嘛工业区，遐嘛工业区，全部拢工业区啦。因为因的工业区起来吼，迄地皮就会差吼。啊是讲，这个因希望讲这个产业会当入来啦，吼，譬如讲这个绿芹啦，吼，这个辣青啦，吼，这个污染的这个问题，其实伫训练吼，伫中华是真侪这个问题啦，嘿。啊，过来就是讲，少年人甲这个大人吼，因这个想法无共款，因对这个未来无共款，对。啊，我阁有发现是一个新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少年人的歌甲少年人的歌甲这种，就是讲我做的这种客家的歌，甲老人做的毋是老人是大做的，是毋是？有无啥共款？我认为是完全无共款，因为我的头壳已经无共款了。就是讲我想的、我接触的、我受到的教育，比如讲我会晓罗马字，啊，因可能是读迄个回音保健安尼，所以就是完全无共款。啊，私下的物件，比如讲我大学互我的教育是人类学的这个教育嘛无共款安尼，所以就变做是写的歌就会无共款，所以。大人写的物件，甲少年人写的物件，想的物件是绝对无共款的安尼，因为无共款的时代背景。好，后一张。对，啊，要安怎做一个吼勇度系真正的卡斯传习的吼，就是讲，我感觉做这个传习吼，爱去阅读啦，爱去讨论吼，像咱这个开讲会共款，一定爱讨论。你一个好的作品，一定是爱大家来讨论的。一个议题爱大家来讨论，啊，嘛爱书写。哦，因为你讲就是几长长啊，所以无效，所以爱甲写起来安尼吼，爱用文字来去打造这个吼，不管是课文的世界，还是这个吼台文的这个世界，应该爱用书写来去打造啦安尼，因为你讲拢无效，讲拢会无去。像咱这个。文言文啊，是6千文吼，伊就是写落来才会互咱看到啦，安尼写落来才有法度有看到的机会。啊，过来就是讲，家己歌是客家歌真少这种rock and roll music 的这种 style 啦，吼，就是讲这种摇滚的方式啦，吼。我认为这是真重要的，就是讲种rock and roll 的精神吼，啊，这 rock and roll 的精神会当去参考 Bob Dylan 啊，还是讲Beatles，这我都伫这20分钟讲了安尼，嘿，就是 Bob Dylan 就是迄个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束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咱要安怎用这个专辑来去建立一个吼创作者加现状的融入吼。要安怎去做啦？要安怎去？就是讲，我写这个物件，啊，我会听众伊嘛听有，啊有一个好的这个 feedback， 这是我即马咧做的代志。因为，那你把这个作品做了就结束啊，你应该爱去来甲听众来去交流，来去比如讲来去教大家要安怎做，啊是讲要来用这个客语来去用客语台语来去分享这个故事安尼。好，后结论啊，这是阮的阿嬷，这是国宝阿嬷，阮高手的阿嬷安尼，阿嬷会晓讲卡斯安尼哦。阿嬷上痛苦的啦，就是讲吼，因为伊干那七成人吼。我认为客委会也是文化部对阮这种的弱势族群吼，真无公平啦。因拢讲客语要支持，客语要支持，但是因这种的研发吼。联合国迄教科文组织吼是 Yellow Light 啦，就是讲吼，因是叫意味啦，吼，甲台语同款，其实甲台语是同一个 level 啦，吼。啊，阮这种的是叫冰味啦，是 Red Light 啦，吼，就是讲阮7000人会晓讲呀，但是因这个 Yellow Light 有客委会讲有200万人会晓讲哦，吼。这个控制
真济哦，嘿，这控真济，哦，这个量真济啦，所以我认为其实是无公平的啦，就是因安尼做，其实因拢伫遐譬如讲哦，恁闽南人安怎，我认为这真正无咧。有咧做代志，但是我认为无够，就是讲应该爱甲这个吼 red line 咯，这个濒危的这个语言吼来去，搁有这个物件来去救啦安尼，因为讲这种客这种漳州的客人吼，偏好难情，分销难情，这习惯呢，小安呐，嘿，这习惯呢其实有真济啦，但是拢变做讲台语的啦，应该爱来去甲因搭，譬如讲汤圆就真济嘛，讲婚礼真济，宜兰嘛真济啊，姓李的、姓廖的、姓鲁的，吼，拢真济是讲这种客的，所以其实应该是爱用台语甲客语来去互遮的这个少年人来去学转来因的这个母语安尼，所以我认为应该爱建立这个客话的这个世界观啦，吼，爱用。客文才是重点，因为你看客话的这个网站，伊看无客语呢，英语嘛无，全部拢华语安尼，所以有的时阵阮就甲伊笑讲伊是华为话。第二点，我是认为吼，客语的创作者应该爱有美院啦，爱有美院的这个语言标准啦，我认为应该爱安尼，伊才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客语创作者，因为即摆拢学白写啦，迄。语法唔对啦，用华语的语法啦，啊无就是抖音啦，啊无就是阿公阿嬷啦，啊无就是要转去故乡的安尼尔啦，吼，思念故乡安尼，啊就拢变无出这个物件，伊无法度有一个当代性的论述。比如讲，我这条歌是咧写假的，是咧写咧啊，讲我这条歌是咧写环境的，无，就是真罕的。比如讲，嘛是有啦，但是就是真少安尼。少年人，少年人真少。啊，譬如讲，第三个就是讲，应该爱来规划吼，互这个创作者有这个进修的这个课程，因为譬如讲有真侪人，伊写这 melody 真好听，也是吼讲医生了引导故事，爱课会爱甲鼓励啊，爱互伊来上课啊，应该爱来有一份的一个课啊，但是拢无啊，嘿，就是。即马因就是摕真悬的钱啊，来甲少年人写，但是吼，我认为一个产业吼，干那有比赛钱是无够的啦，因为你这个物件你无一个愿景啊，你毋知影讲这个物件未来是对啊，哪会有少年人愿意去做这个代志？所以我认为应该爱去鼓励，恁若是真正重视这个文化吼，像咱的这个就加像法国啊，还是德国，因为艺术家真侪拢是摕政府补助的呢，大家毋知知影无？像法国真侪艺术家拢是摕政府补助的啊，嘿，所以这物件会当来讨论，啊，搁来去看要安怎互这遮个优秀的创作者艺术家来进修遮个这个语言加文字的这个部分，毋那是这种的，因为我认为啦，厚穿衫也是厚啦，所以你穿搁较水的衫拢无效啦，你知哈？伊嘛是无法度讲话啊，嘿，对。所以第四点就是讲，应该爱来去推这个语言啦，文字啊，文字那是语言，爱用文字，爱把这个文字写出来，这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对，过来就是第五点，就是中文啊，就是这个 Chinese 以外的这个推广的这个方式安尼。哦，这个上尾什么啊？好这句话送互大家。哦，年岁看外表，风俗迄看内情啊，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就是继续做家己喜意的代志，因为你做的吼，别人毋是重点，重点是你家己吼，上帝会甲你加分，会甲你赞赏，会甲你応援，会甲你讲，你真够。嘿，好，我的分享就到遮，就我想讲用问的这个用讨论的 Q&A 的这个方式较好，安尼看大家对漳州客语有啥物兴趣的，
好，讲对乐团，好，安尼先感谢志家的分享，再来时间就请等互大家来问问题。来，首先是 Alice。我大先问一下，我之前有看你去上迄个客家电视台迄个访问的节目啊，迄个主持人，迄个水姑娘介绍是讲海陆腔的嘛，你拢用四管腔甲音对无？对。嘿，敢是你？是我嘿。哦，是你哦。是我嘿。伊当时你若想有咧有讲你家己是即个漳州客，我还想讲啊，漳州客他会讲是主管叫安尼。啊，我有两个问题来请教头一个就是恁阿嬷是徛婚林倒位啊？阮是斗南，婚林的斗南。啊是枕头就住伫遐，还是落尾较煞过的？本来就住伫，是阿公住伫遐啦，啊阿嬷嫁去啦。哦，阿嬷可能是二轮还是轮辈迄代的人是无？是，但是迄个毋是我阿嬷，迄是故手的阿嬷。安尼哦，哦，啊恁这就要有嘿，哦，可能甲我的祖先是讲迄种语言的安尼。是讲迄个教安尼客话安尼。就是卡书啦，嘿，因为卡书哦，哦啊，第二个问就是你即个教安的客话是，阮你继续讲，请讲。因为教安腔吼，因为伊是用即种大中国主义即个物件来去分类的，其实阮即种的毋是教安腔，因为就是讲来台400档啊，已经变无共款的一个物件，所以我会讲，我会用文林卡书啊，就是讲婚礼的这个客书来去讲话，因为教安腔，你若从教安腔啊，桃园嘛有啊，啊宜兰嘛有啊，啊伊的迄个变调拢无共款啊，啊到底你讲的这种物件是？哦，安尼不只要有道理对啦。煞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真咧用的教材是客委会的教材是无？是啊，个有我家己去跟人调查诶。哦。喂，是。喂。有应该是。喂，是，你讲有有安尼有听到，应该是你家迄边信和那个啦，嘿，应该无问题。嘿。哦，安尼你家己个有去调查，安尼较照准。安尼有去。安尼煞来换别人。对，我就是个有去调查。好，多谢你。安尼算。应该是讲我就是为着我即摆论文就是写这安尼。好，好，安尼说来，咁个人想要问志家问题。智慧，请讲。喂，安尼有听的无？有。好，我想要问迄志家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讲恁敢有考虑过，就是编一种恁的漳州，敢是叫做漳州客话迄字典？因为听起来咱就比迄落，因为听起来咱就即摆迄客语拼音嘛是无法度去甲恁遐迄漳州客话迄落音写出来。啊，你敢有考虑过讲，就是抄一寡资源去写一本属于恁漳州客话迄种字典无？啊无阵啊，即摆听起来若像迄落，迄语料拢留伫迄落 native speaker 因的喙内底，啊无留伫咧册内底，啊落尾迄阵啊，人去做生啊，做册做无安尼。是我有咧做这个代志，但是就是爱钱安尼，爱真侪模糊的时间安尼，就是。你长辈诶来因诶想诶，就是讲模糊，因为比如讲我有一摆我赛车转台中，我就咧哭安尼，就是我想讲，哇，我诶人生就亲像这高速公路遐尼长，我拢看袂着这个尾伫对安尼，我拢看袂着重点伫对。但是阿嬷可能伊讲哇，10天就差不多安尼，因为阿嬷已经84、85
5安尼，我就咧考这件代志安尼，因为哇，对，就是我的人生伤长，但是阿嬷就是安尼，我就想讲，我无，就是讲我会当做我有限啦，但是无法度，要是做偌济算偌济安尼，因为就是所以书店这代志确实是有啊，教育会伊嘛有咧编辑安尼啊，但是我认为伊迄种理路甲想法吼，要是符合少年人，因为不管是台语也是，我感觉台语的环境较好啦，因为有较侪的少年人，但是都毋是摕政府的资源啦。你若是摕政府的资源的人去做的，通常拢真无好用啦安尼，因为因就是譬如讲网络的书店吼，因迄个选举要到啊嘛，就是换迄个包厢啊，是换吼，以前物件拢无去啦，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就是爱民间来去处理的这种物件，但是吼，就是个是庄卡的问题，就是讲庄卡人较无信心啦，就是来安怎讲，台湾人真侪人拢无信心，就是讲做这代志文化的代志吼，真侪人拢讲我去学英语就好，我去学华语就好啊，我去做这要创啥就是对，就是就是唔知安尼有回应无？所以就是嘛是爱鼓励大家啦，就是讲这物件其实是真重要的。但是咱的这个文化是讲咱的这个教育这物件，要是爱来去改变，因为就讲你出国的时阵，外国的朋友拢对这物件真好奇，啊，这嘛是你家己的这个根的物件安尼。所以这当时我有咧收集，也是讲照着我咧写歌。因为我即摆就是我歌写了，我就去问阿嬷。我即摆就是做一个试验，就是讲，我伫做这种 rock and roll 的物件吼，有一个好处，就是老人爱运动。啊，而且有一个真重要的物件，就是讲，因健康无好，所以这种变变个物件，因就感觉哇，我听有啊，我听会着，哆来咪。哦，啊，这种，就是这真好耍哦，就是讲这种弄歌啊，变变这物件，变到因听会落去啦，因为因。健康无好。哦，算讲互伊感觉有讲，感觉讲啊，这种节奏的物件，真重要。对，就是讲这种的 rock and roll 的物件，其实吼阿公阿嬷无享受着啦。啊，我敢人袂当遐尼突出，这种遐尼好的物件吼，这种我就想讲啊，阮阿嬷青春22岁的时阵，1930年1940的时阵，因这种的物件，因拢无享受着。迄时阵，地震啊，吼震后，因拢无法度去享受这物件，吼布鲁斯啊、swing jazz 这物件，因拢无法度享受着。啊，即马竟然，我要做这物件，其实嘛是真困难安尼，因为喂，相信啊，讲这物件，因认为这物件是，哦，系啦，这就是爱个种爱去做这个物件。所以，敢有听到？有，安尼有。喂？有 ，OK。有听，有听呀，无所以我即摆就去做一个，我即摆就去做一个试验，就是讲，我做这物件，吼阿公阿嬷来去听，吼啊，因的反应是啥物？吼啊，要安怎来去改？是有这种婚龄的这种味歌安尼。哦。大家拢会让少年的老辈拢有法度接受安尼。算讲你就是甲歌先写出来，啊，就互老伙仔鉴定者，看伊的反应，你才会收费安尼是。甲歌写出来，甲歌写出来，啊曲编好，词啊曲甲编曲拢写好安尼，啊，互因去听去感受安尼。好了解。好，感谢你的回答。好。因为咱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若其他的想法，就是其他的问题，会当写入咱的白板内底，然后伫家来看安尼，吼。好，就先感谢伫家今日精彩的分享。